学校运动会好不好玩呢？好玩好玩，而且我有得奖哦！彤彤姐姐，我也有得奖哦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你们得的什么奖啊？我得的可是拍球比赛的奖状哦。拍球，Poke，原来亮亮是 Poke 的高手啊！彤彤姐姐，我是赛跑也有得奖哦。哦，小蜜赛跑比赛走熊狗，你也有得奖哦！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觉得我们根本就可以出国比赛了。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参加奥运哎！让我看看你们奖状。亮亮小朋友参加 Poke 比赛得到第5名。那小蜜的，小蜜参加造熊狗比赛得到才第6名哦。啊，你们这个成绩想要参加奥运，可能还要加油多练习耶。我在想如果第1名到第4名都不去参加比赛的话，那我一定会拿到第1名的哦。对耶，如果第1名到第5名也不去参加比赛，我一定是冠军哎。没关系，我以后帮你们特训，好不好？加油，练习，努力，奥运！哇！Poke 拍球 ，Poke 拍球，亮亮，你好会 Poke，球都不会掉哎。彤彤姐姐，要我教你吗？好啊，亮亮是怎么做的呢？只要用胶带把球粘在手上，这样就不会掉了。哈哈哈！哦，造熊狗赛跑，造熊狗赛跑。小咪，你最厉害的是造熊狗，对吧？没错。那明天的造熊狗比赛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去？啊？怎么可以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啦！拜托啦！那一起来练习吧，现在。哎呦，现在练习来不及了。Poke 造熊狗，2种运动都好好玩呢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加油！